Hello，歡迎嚟到 The Story House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故事係海馬先生。文字及圖畫係由艾瑞卡爾，翻譯由柯倩華翻譯。咦，各位小朋友，你望下呢本圖書嘅封面，有一隻海洋生物喺度喎。而呢隻海洋生物就係海馬啦。究竟呢個故事係關於啲咩嘅呢？我哋而家一齊嚟睇下海馬先生。海馬先生同海馬太太喺海裏面慢慢游啊游。咦，海馬太太嘅身體突然左右搖擺，不停地扭來扭去。佢話：我要產卵啦！海馬先生見到就問啦：我可唔可以幫忙啊？海馬太太回答：可以啊，多謝你啊！佢產咗好多卵，直接產喺海馬先生肚仔上嘅育兒袋入面。海馬先生就話啦：我保證，我一定會好好照顧我哋嘅卵㗎。之後，海馬先生喺海入面游啊游，慢慢游啊游。咦，佢從邊個嘅身邊經過呢？原來係一群藏喺水草後面嘅喇叭魚啊！冇幾耐，海馬先生又遇見另一條魚。海馬先生就問啦：刺魚先生，你好嗎？刺魚先生回答：我好開心啊！我做咗一個窩，刺魚太太就產咗好多好多卵喺入面。我要好好照顧呢啲卵，等佢哋孵化出嚟。海馬先生就話啦：咁你加油啦！然後佢就游走啦。海馬先生喺海入面慢慢游啊游，佢從邊個嘅旁邊經過呢？哇！原來係一條匿埋喺珊瑚礁後面嘅獅子魚啊！過咗冇幾耐，海馬先生遇見另一條魚。海馬先生問：吳國魚先生，你好嗎？吳國魚先生冇辦法回答啊，點解呢？小朋友，你望下吳國魚先生嘅嘴，佢嘴入面含住好多好多卵啊！海馬先生見到就話啦：我知噶啦，我知噶啦，吳國魚太太產咗好多卵，你要好好照顧呢啲卵，等佢哋孵化出嚟啊！吳國魚先生因為冇辦法回答，佢就點點頭。海馬先生話：你一定好高興啦。然後佢就游走咗啦。海馬先生喺海入面慢慢游啊游，佢從邊個嘅旁邊經過呢？原來係幾條藏在海藻間嘅葉魚。冇幾耐，海馬先生遇見另一條魚。海馬先生問：鷗魚先生，你好嗎？鷗魚先生話：好極咯，鷗魚太太產咗好多卵，你睇下，我將佢哋黐喺頭上面，我要好好照顧呢啲卵，等佢哋孵化出嚟。海馬先生話：你做得唔錯呢。然後佢就游走啦。海馬先生喺海入面慢慢游啊游，佢從邊個嘅旁邊經過呢？原來係一條藏在岩礁後面嘅石頭魚啊！冇幾耐，海馬先生遇見另一條魚。海馬先生問：海龍先生，你好嗎？海龍先生回答：好極啦！海龍太太沿住我嘅肚產咗好多好多卵，我要好好照顧呢啲卵，等佢哋孵化出嚟。海馬先生話：你應該感到好自豪啊！然後佢就游走啦。海馬先生喺海入面游啊游，冇幾耐，海馬先生遇見另一條魚。海馬先生問：鯰魚先生，你好嗎？鯰魚先生回答：太好啦！鯰魚太太生咗好多好多卵，
都孵出小寶寶啦，我而家喺度照顧緊佢哋。海馬先生話：你做得真係好好啊！然後佢就游走啦。咦，小朋友，你望下，海馬先生喺度左右搖擺，身體扭來扭去，究竟發生咩事呢？海馬寶寶終於孵出嚟啦！海馬先生嘅身體左右搖擺，不停地扭來扭去，終於好多海馬寶寶從海馬先生嘅育兒袋入面翻滾出嚟，然後游走啦。有一隻海馬寶寶轉過頭來，想要返到海馬先生嘅育兒袋入面。唔得啊，唔得！海馬先生話：海馬寶寶，我真係好愛你㗎，但係你而家已經學會自己游啦。故事去到呢度就完結啦。各位小朋友，你又對邊一種海洋生物最有興趣呢？如果你身邊嘅朋友都鍾意海洋生物，記得分享呢條影片俾佢哋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